20年情為引爆天價市場。謝霆鋒 Evolution 演唱會選址香港啟德體育館，原定4月25到26日兩場，因百萬級預約量緊急加場至4月27日，最高票價1380港元，約1281元人民幣的門票被黃牛炒至17萬人民幣，創下香港演出市場20年最高日價紀錄。英皇老闆楊受成自曝，連謝霆鋒母親狄波拉都買不到票。藝人阿索、容祖兒等均公開抱怨內部票源緊張。鳳飛 CP 的流量密碼，4月25日場次中，王菲穿灰色休閒裝現身 VIP 席，與謝霆鋒的舞台服飾形成情侶裝呼應。當謝霆鋒演唱《玉蝴蝶》時，王菲罕見隨音樂起舞，舞台飄落的蝴蝶與吉他撥片形彩紙暗含風飛戀符號。現場觀眾拍攝視頻顯示，謝霆鋒多次將目光投向王菲包廂。跨世代觀眾生態圖譜，現場觀眾年齡橫跨80後至00後，80後追憶謝謝你的愛1999的青春情懷，90後沉迷風味綜藝 IP，00後則聚焦於謝霆鋒與王菲、張柏芝的八卦話題，粉絲通宵16小時排隊，衍生出黃色箭嘴頭箍等定製應援物。演唱會周邊產品吉他撥片掛件盲盒銷售額突破1000萬港元。歷史對話，舞台事故全景還原一場被流量粉洗的親情審判。彩排失誤引發的輿論核爆，原定4月26日第3場設置父子溫情合唱環節，因溝通失誤未告知 Quintus 此為表演設計。當謝霆鋒唱至玉蝴蝶高潮段，15歲的 Quintus 突然搶過話筒質問：點解你總在台上說愛別人，點解唔要我哋？歷史對話現場視頻顯示，謝霆鋒沉默15秒後中斷演出，低頭回應：我對唔住你哋，更對唔住你哋嘅媽媽。歷史對話王菲在質問發生後5分鐘緊急離場。豪門教育觀的輿論撕裂，衝突根源被指向教育理念差異。張柏芝主張街頭藝人識自由成長，允許 Quintus 穿破洞牛仔褲表演，謝家堅持豪門規訓。狄波拉曾公開批評孫子髮型有失體面。歷史對話事件發酵後，網友對比王菲女兒李嫣獲謝家公開稱讚與謝家孫子待遇。歷史對話微博話題星二代工具人閱讀量破8億。歷史對話危機公關的教科書級操作，謝霆鋒團隊連夜調整4月27日尾場流程，緊急邀請張柏芝攜子登台，將爸爸回家吧改編為父子對唱版。歌詞你錯過嘅家長會，是我最驕傲嘅獎杯。直經淚點。歷史對話通過港媒釋放70%財產贈與兒子消息。歷史對話謝賢修改遺囑確認財產分配。歷史對話謝霆鋒微博發佈後台父子擁抱照片，配文暫停巡演，學習做爸爸。歷史對話單親母親的生存博弈，張柏芝的娛樂圈沉浮錄。從金像影后到直播女王。2008年事件後，張柏芝電影資源斷崖式下跌。2023年轉型直播帶貨銷售額破億。歷史對話 Quintus 質問事件後，其直播間觀看人數單場暴漲300%，網友刷屏心痛單親媽媽。歷史對話健康危機與輿論絞殺，孕期記錄顯示張柏芝懷 Quintus 時遭遇胎盤前置，醫生建議終止妊娠，她臥床4個月保住胎兒。歷史對話產後因謝霆鋒拍攝熱戰長期缺席，誘發嚴重抑鬱，靠抗抑鬱藥物維持母乳餵養。歷史對話教育理念的階層對抗，謝家僱傭4名保姆照料孫子，卻被批物質堆砌。張柏芝堅持親自接送孩子參加學校活動，但被港媒嘲諷作秀。歷史對話此次事件中，Quintus 的街頭表演視頻獲200萬點讚，與李嫣的畫展謝家轉發支持形成殘酷對比。歷史對話行業病灶與親情救贖，流量時代的價值重構。演唱會的商業解剖，4場演唱會預估收入超2億港元，相當於張柏芝3年直播總收入。歷史對話原定內地巡演因輿情暫停，損失預估超5億。歷史對話星二代生存困境報告調查顯示，85%星二代存在心理問題，主因包括媒體過度曝光跳 UINTUS 8歲起被跟拍，家族利益捆綁 Lucas 被逼參加商業站台。歷史對話
對比竇靖同王菲支持其轉學搞音樂與 Queentus 謝家要求繼承家業，折射出豪門與自由派教育鴻溝歷史對話。3. 危機背後的制度反思。黃牛產業鏈曝光，黑客利用搶票軟件每秒發起3000次請求，倒賣利潤超販毒。業內呼籲推行人臉識別加動態二維碼售票系統，但遭娛樂公司抵制，損失炒票分成。鎂光燈愛的親情進化論。這場價值17萬港元門票的演唱會，最終成為解剖娛樂圈生態的手術刀。謝霆鋒的流量帝國暴露親子關係荒漠化，張柏芝的草根式育兒撕開豪門偽善，而 Queentus 的質問則讓公眾看清星二代光鮮背後的精神囚籠。當謝賢戰巍巍擁抱孫子，王菲主動聯繫張柏芝商討共同育兒時，歷史對話，或許真正的進化始於對流量至上的集體反思。那些在抖音播放3億次的爸爸回家吧，不僅是謝家的救贖序曲，更是整個行業價值重建的宣言。